带来关心，最近温度有够悬，金门几公湖的鱼仔热挡袂牢，超过2万尾鱼仔拢热死。有一款开始浮出来水面，有的是死规堆，这个场面，互人看了到底足紧张。可能因为天气较热，因为水内底酸素无够，才会发生这款的情形。环保局已经派人来清。湖内底一堆鱼仔变白多，尤其是角的所在，真正是有够济，唔那画面真恐怖，味嘛足激的。 会不会很臭啊？会啊，很臭啊，臭死了哦！大概多远就闻得到？啊，多远哦？没有骑过来的话就可以闻得到了啊。金城镇边仔的济公湖，一堆鱼仔做伙死去，估计有超过2万尾，就惊到观光客。金门永和工程所接到民众通报了后，就随派人去拼。因为我们整个湖区大概有将近2公顷左右哈，那大概应该有。1、2万只跑不掉，那我们也已经要求我们的员工加派人力，针对整个湖区的一个卫生的部分包含一些鱼只的一个打捞的部分能够在用最快的速度来处理。初步判断可能是因为这几天天气伤热，济公湖要水车把空气拍落水内底，造成水的酸素无够，包括乌鱼、乌鸡仔、甲鲈鱼，这鱼仔全部拢变白多。环保局的人过去做检测，水温有35度半。 没有打气的东西，就是水没有办法交流，没有就上下层没有交换，然后变成上面产生一个同温层，然后上面变成氧气比较多，下面就缺氧，然后缺氧的时候鱼就会死掉。这个东西如果说天气突然很炎热的天气都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死去的鱼仔刷落，阁会浮出来，用工作的人敢若会当继续甲浮起来，送去指定的所在台，另外阁做消毒的处理，避免臭味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